们陈哲修陈同学呢，在我们建筑科里面拿到了全国第1名的我们的艺术砌砖的部分。我们今天我们的杰出的学长，我们的张昭义张会长也是家长会长，特别回程来，能够到学校里面来送红包给我们的哲修同学，希望明年度他也能够继续的努力，拿到我们的全国的国手，为我们园林农工拿下第1面的世界金。因为对砌砖有兴趣，所以就参加了全国技能竞赛砌砖职中比赛。然后3年来虽然蛮辛苦的，可是拿到这面金牌很开心。今年参赛的时候拿到分区的佳作，然后第2年分区拿第5，然后全国赛拿佳作，直到第3年才拿到金牌。那心情如何？心情很开心。很开心吗？有没有达到你的目标？有，就是有达到自己的目标。我们会就先取适量的砂浆，然后放到砖头上，然后去把它做剥开的动作，然后我们再将下一块再放上去，然后取到刚好会1公分，大概1公分，然后将多余的砂浆刮掉，然后对，就这样。那所以你要怎么抓刚好1公分？那个诀窍在哪里？就看大概1公分啊，就是看大概这个从1公分，然后要平均。那如果太多或太少，会变成什么样？太少会太薄，就是砂浆会就太低，高层会太低，然后太多的话就高层会太高。这都会影响评分标准吗？还是？会影响到精度。